台北风台扫过了后，中华鹿港的顶环保地区咧淹水，客家和附近的工厂损失惨重。民众即马就讲，这拢是因为溪边半化道路的工程，造成大水消透袂离，水路伤下，才会造成淹水。这是人为，毋是天灾。昨在相关单位到现场去会勘，当地人上百人冒出来抗议。10几个警察伫现场戒备，台北风台造成中华鹿港顶环保淹水。初一早起，工务处去仁和桥迄块地会勘，了解地灾的原因，包括居民抗议要追究责任。有民众想到财产拢污有去，全咧喊出来。嘛有人认为是因为厝溪部分的工程，造成大水要过无到跨所地。两台轿车、拖拉库，所有的内底家具拢害，拢新的尔。我了解惨重，要要泡散。以早你搁较大，好一天免8点钟，咱车一定打啦，对无？水数对无？对，全是这道钱的嘛。当地一间纸厂水淹甲腰来，纸厂仔甲机器拢浸水污有去，初步估计损失2000万以上。头家讲，因几啊代人拢住伫顶环保已经要80年，直到昨暗捌看过做大水遐尔严重。伊讲，因为厝溪的工程，钢棒直接插落溪埔，占一半的块。地处大水来下袂离，这并不是天灾，是人为的。这个工程，把迄铁啊，有无？把迄铁啊拢钉落去了后，变做咧要消水的方面。那譬如讲40米，变成20米咧消。落雨你要叫哪消？杨子错期，因为施工造成了它的通往断面降低的部分，会去打一些施工钢板，所以这个部分我会请他说在汛期间先把它移除。这里我们在算整个水流是够的啦。只是说民众有疑虑，我们就去把它做好这样子。中华管府表示，造成水流无够快的钢棒会优先拆掉，未来会重新检讨区域排水治理计划，提高防大水标准系数。受灾工厂希望讲，政府会当赶紧来补助，而且让灾害损失会当来拄今年的营业税，协助工厂会当重新营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